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5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过107日，台湾今仔总算无个新增加本土病例，目前国内有4个自高端疫苗了后雄雄死亡的案例。有非洲猪肉制品走私来台湾，农委会检验19件，发现都有4件验出非洲猪肉病毒。前 NCC 的专门委员交建中等人引起火烧山，损失2亿外。检察官讲，这人犯案了后态度佫真歹，请求法官判重刑。新闻开始来看，咱台湾的疫情经过107天的滚搞，其中上济一日有300外例本土病例，今仔总算无个增加本土病例咯，只有1个境外病例。指挥官陈时中讲哦，这嘛无代表讲咱台湾已经清零咯。未来2礼拜是观察期，9月7才会来决定讲防疫敢要降级。昨哦有3个有注高端疫苗了后雄雄死亡的案例，咱嘛做伙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是0哈，那境外移入哈是1名，死亡个案是1名。下个月哈，在预约平台在9月27号，对于就是说哈有付款记录的机票、出国的自程、留学入学证明或公司外派出国，那第1剂是打那个高端的疫苗，满28天哈就可以接种第2剂，那不过要到指定的合约医疗院所。有一案是桃园市的40多岁的男性哈。那他有糖尿病史，有体重约120到130公斤啊，在新北市芦洲这边有30几岁的男性啊，那他没有慢性病史，但是有吸食毒品的记录啊。基隆市有一位40多岁的女性是有主动脉的剥离的现象哈，而且剥离范围非常的大，一直延伸到心脏的主动脉跟心脏相接的地方，那以致破裂到这个心包膜里面，造成心包膜里面大量积血。那大量积血以后就压迫到他的心脏，没有办法救回哈。国产的高端疫苗1礼拜开始注，佮加上今仔日桃园新的个案哦，目前已经有4个是注射了后雄雄死亡的案例，其中1个人是有慢性病，1个人之前捌食毒。国内专家是表示，到底是甚物原因死亡的，佮爱检验。也毋过专家嘛讲哦，过去注疫苗雄雄死亡的案例，后来发现讲，大多数拢是心血管疾病造成的，疫苗是爱佮继续注，毋免停。新端高端疫苗1礼拜开始注，不是告诉传出讲有亲像是注疫苗了后煞死去，其中有1个人是慢性病，另外1个人是有食毒的前科，因的死因还佫咧查。对这款的代志，国内专家表示讲，国内开始注疫苗以来 ，AZ 甲莫德纳死亡的案例已经累积有600外例。解剖起来发现，因的死因大部分拢是心血管的疾病，和疫苗本身无直接的牵连，除非讲是发生过敏性的休克。现在这群人把他叫出来打疫苗，那他本来会碰到死亡的状况，他还是会发生，所以这就是所谓时序上刚好碰上了。那是不是有因果关系，可能要另外去求证。过敏性休克它一定是发生在30分钟之内，有时候会拖到几个小时。那隔了2天3天的话，几乎可以说不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引起来的。专家表示，疫苗无可能引起心血管疾病，颠倒是过敏性的休克较会发生，而且大部分拢是伫咧注疫苗半小时内会来出现。建议讲，伫咧注疫苗了后，爱伫现场观察30分钟了后才离开。也若家人传出讲有少年的翁仔某，因定去注完高端疫苗了后，因翁规分输软烂，因某煞会拍痧。医师推测讲，这应该嘛是跟疫苗无牵连。打疫苗之前没有足够的水分以及足够的糖分，造成低血糖或是其他问题，因为比较少在夫妻同时出现副作用这么的明显。医师表示，目前注高端疫苗的人数还佫无够多，无法度用死亡率去解说，而且2期临床报告还佫无出现严重无好的事件。除非是注疫苗了后出现共形态的这个症状，也是讲死因，这是危险的信号。目前无建议讲停止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9月7日就要开学咯，指挥中心赠送42000剂 AZ 疫苗到各县市，要予高中以下到1元注射。台北市有5800剂，新北市是有6000多剂哦。要针对8月7日之前提出名单，还未注射的教育人员来做。教育部嘛表示，会阁继续提出名单，8月27开始，阁有另外一波注射的对象。后礼拜3，9月7日，全国的国中、国小各要开学，也未注射疫苗的台北市的老师，20时接到通知，赶紧家己过到回坡经验馆，因等这时阵等足久啊。我们6月底的时候就有先造册，原本有想说是在预约产季，但产季也预约不到。也是昨天收到通知，就比较安心一点。为着因应学生个要对学校实体上课，指挥中心20时配送42000剂的 AZ 疫苗到各县市，提供高中以下教职员来做。教育部强调，这间的专案对象是8月7日进前已经伫名单内底，也未注射疫苗的教育工作人员，包括新进专任教师、代理代课教师、实习教师等等。台北市配着5800剂，新北市是配着6000多剂。原来我们希望是8500位嘛，但是核拨的疫苗是5800剂，所以会看这2天接种的情况。那因为这当中当然不会是100%了，所以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就实际的需要再来跟教育部反映。我们分成今天、明天，那看来接种的一个状况，再来做适度的来做调整跟反应。目前分配的数量是第2阶段的，大约是6000多剂。那这个部分我们本周都会施打完毕。那当然还有第3阶段的造册，目前也依据中央的指示，已经来造册。疫苗有限，对未赴伫8月7日放入名单内底教职员，教育部表示，当你写名单，按算8月27开始会配送，也阁有互因做疫苗。另外，对无法度伫名单内底亲像跨县市里走的社团老师等等，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君指出，会甲需求写伫名单内底，阁向教育部来争取。记者综合报道。一对越南的母仔涉嫌走私有非洲猪仔猪肉制品来台湾，目前全台湾各地嘛加强稽查，桃园嘛查到讲有人伫面车卖来路不明的肉制品哦，高雄嘛伫越南的柑仔店查到无来源标示的猪肉制品。冰箱内底有红肠、猪肉甲猪油。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2时发现讲，一个越南籍姓黄的女性，伫人面册卖来路不明的肉品，就随去伊伫新北三重埔的徛家查扣这个肉品。这个女性嘛坦白讲，伊是透过国际寄送平台，甲不明的越南货主买。这查扣的物件已经交予新北市动保处早登去检验。查获之物品包括外包装标示均为越南语之香肠、香蕉叶包肉、猪肉及猪油等各1批，不仅无标示生产地或进口来源，有些甚至包装上无任何说明。高雄市专勤队嘛连续几啊天去卖越南点心店、料理餐厅、甲传统市场宣导甲稽查，而且嘛有查到卖越南杂货的店头，伫卖来路不明的肉品，除了以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来裁罚，嘛进一步检验敢有非洲猪仔的病毒。在本辖小港区一处越南杂货店，发现贩卖简体中文标示包装的猪肉月饼，及在冰箱展售无标示产地来源之荷叶猪肉卷。为着阻挡非洲猪仔传入来，全台湾是加强稽查不明的肉品。移民署专勤队呼吁，若要进口肉品，就要申请检疫，若无这个物件会依法没收销毁。另外，以动物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会当罚上重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新台票30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有非洲猪仔猪肉制品走私入台湾，农委会早起嘛公布上新的检验报告，19件的产品有4件验出有非洲猪仔病毒，其中阁有2件是青肉。才有病毒的肉片是伫中华、台南佮高雄查到的。农委会表示讲会加强畜牧场的防疫，嘛要禁止喷桶哦放伫户外，会严格来管控喷的处理。越南非洲猪仔的肉片流入来台湾的市面，即嘛恐惊有扩大的可能。警政署伫头一波稽查咱国内卖越南产品的商店，1300多间，摕19件肉片去送验，结果佫发现有新增加非洲猪仔猪肉甲肉片阳性的案例，而且还佫包括青的肉，嘛出现伫市边的县市。国内在手非洲猪瘟的这个防疫，现在面临非常严峻的情势，有4件的肉制品是阳性的非洲猪瘟，而且还有2件是生肉品。那这个是在我们主要的养猪的产区，包括在彰化、在台南、在高雄。
青的猪肉验出非洲猪这阳性的代志是真严重。不过，肉的来源是伫台湾本地，也是越南。phòng检局讲是真恶为外观来判定，所落来要安怎阻挡病毒拖去到跳舞场？农委会宣布要严格管控喷的流向，为即马开始，放伫户外的喷塔拢会全部收起来，而且佫按算提供检举的奖金，互民众检举非法用喷饲猪的人。会在今天公布检举奖金。我的意思就是伫庄骹像个饲猪，饲去30只，迄味大家拢知影。这个时阵农民绝对袂使偷用这个厨余。用到的话，农委会绝对会来严罚。咱若跳舞场是爱搁较买册咧，千万唔通用还未行过喷来饲猪。目前稽查676间合法用喷饲猪的饲猪场，并无发现违法的情形。不过，互人较烦恼的是，惊讲有细间的跳舞场偷用喷饲猪，非洲猪这可能会因为安尼脱开。注意单局中呼吁农民都要配合，千万唔通贪一时的方便，造成产业重大损失。因人检举奖金的金额，目前还搁伫研议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公路总局传出官员收乌钱，有一个伫中立姓林的工程师，防检举讲向业者收乌钱将近500万。新北地检署嘛发动搜索，约谈这工程师等19个人，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侦办。要不要澄清一下？记者问伊拢无愿意解讲，交通部公路总局传出涉嫌收贿案件，新北市地检署接到检举，进行搜查。中立公务单姓林的工程师等9位被告加10位证人，历时告完说明。今天早上是那个台北市调处来我们的那个辖区的中立公务站搜索，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在那个路权路政的核发业务上面，好像就是可能有就是等于是有同仁向业者就是索贿的情势。若是有工程要恶路，就要先提出申请。姓林的工程师敢利用伊的职务，伫咧合法恶路前进前，透过白手套向厂商提钱，金额要加500万。第一区拥护工程师回应讲，伫事先并无掌握到相关事情。验过姓林的工程师自85年到中立公务单，已经有25年会配合侦办。那我们会全力配合司法侦办。那这个部分就是比较属于侦查不公开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假如说那个就是达到下一阶段，假如有起诉的话，那我们会做就是行政究责的部分。那假如有判决的话，因为我们目前的惯例会移送，就是报请上级呈转惩戒法院去依附惩戒。昨日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侦办。第一区拥护工程处也针对姓林的工程师所经办过恶路的申请案件做进一步的检视，了解是毋是有其他的不法。记者综合报道。前 SC 的专门委员叫建中等5个人去爬山，因为伫山顶主角造成火烧山，南投地检署检察官嘛是在爬山去调查，因认为讲这场火是因为叫建中等人用柴起火造成的。嘛考虑讲，这几个人犯案了后，态度阁真歹哦，因大约是造成2亿元的损失，依照违反3零法，甲因起诉，嘛请求法官判因重刑，嘛要求赔偿。专案小组成员于110年6月3号至110年6月7号，共计5天4夜，来回步行60公里，前往现场实地勘查，进而发现被告5人。并设有盗伐森林主产物违法生活的犯行，被告等5人为一己之失所引发的森林火灾，致森林火势延烧长达12日，延烧面积达79.7公顷，造成之损失费用初步高达2亿多元。南投地检署甲交建中等5个人提起公诉，相当是会当判因7档哦，嘛要求赔偿。农委会强调讲，赔偿的金额会用伫3人的损失、甲拍火等国家的支出顶头。再来看高雄高山一台资源回收车，昨暗车道向庆恩导火，佮出动消防人员来拍火，后来发现讲哦，是无用完的加速管，本色车要甲伊底互变才导火。环保局是提醒民众，这种管仔一定要甲空气拢排掉，才会当弹掉，违法上最当罚6000块。
喷射车的车道全开，消防人员对车道一直喷水。24号暗时9点外，这台压缩式的资源回收车伫高雄鼓山区作业的时阵，车道熊熊出现乌烟并起火，佮出动消防队来灭火。经过清洁人员并出满车的粪扫，才发现凶手是无用了的压缩管。可能在垃圾车压缩的过程，就会产生高压摩擦，然后会引起这个火花。那如果回到资源回收厂做分类，那因为在高温的环境之下，那么也可能造成一些起火的危险。环保局表示，像压缩管顶高压的管啊，但进前爱先摇摇的，确认内底的气是毋是有排空。若无排空的话，爱找空地将气排出来。而且，毋管是等开放，也是压缩式的回收车，拢爱甲清洁人员讲，乌白蛋的话，照废弃物清理法上悬会当处6000块的罚款。这种物件是危险物品，讲那个是要给那个回收的。除了高压的管啊，应该回收的锂电池嘛，常常互当作一般的粪扫乌白蛋，造成粪扫车起火。即马是7月10日普渡期间，无灭火的香火也是金纸虎，同款有互粪扫车甚至粪扫场起火的记录。提醒民众，等即寡危险也是熬起火的粪扫的时阵，一定要做好分类，也是灭火，以免造成危险。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高雄桃园的桥长期交通中断，公路总局经过17天的抢修，目前便道已经完成了，今仔开始通车。前3日是要开放早起7点到8点，中昼12点到下晡1点这2个时段会当双向通车。因为山区阁有拖石楼，所以要提醒民众经过便道禁止骑喇叭，才袂互施工的单位也准时拖石楼的警告。天才讲，就已经一堆车咧等。桃园区民百客路桥防冲派去超过2礼拜，公路单位伫咧出现拖石流的河道当中抢修便道，经过17天，总算伫早时通车。去帮忙家人的农作物啊，对啊，赶快采一采，然后赶快离开啊，比较方便了，要不然你还要绕台东太远了。昨天就睡不着了，因为很开心又出去拿药了，对。有人报名4点就出发，公路单位嘛伫通车进前祭拜，希望一切顺利，嘛希望失联的桃园区代表谢宜珍赶紧回来。那你工作的时候呢，第一个不要让他买单。早时状况大致上良好，暗过路况是无介好行。公路单位因为安全的考量，前3天会先开放，早时7点到8点，中昼12点到1点双向来通车。嘛提醒经过民众唔通骑喇叭，才袂互施工人员当作是拖石流出街的风民引起声音。是往这个比较高的地方去调整。那当然在现行部分，没有办法说很笔直。那在这个重坡部分也没有办法像。在平地这样这么顺畅，但是呢，毕竟它是一条可以暂时解决复兴以上3里民众通行的一个维生便道。就算咱的通车嘛，邮差赶紧去上批。这几天信都是因为路断掉之后，我们都留在邮局。对，然后现在路通了，我们就马上要上来清理。大家小行4个人，邮差讲超过14天无入来部落，即个要上批嘛爱较紧的，因为下晡1点进前无到便道，就无法度出去。记者王刘婷明交款单向坤个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以色列昨开始，予30岁以上的族群会讲得主第3剂的辉瑞 BNT 疫苗，要来提升对印度变种病毒的防护力。辉瑞 BNT 嘛，已经伫美国摕到全面批准的药证咯。美国公卫专家福奇是强调讲，相比前赶紧转好，就要继续扩大民众的疫苗注射率。伫注射中心内底，即马出现的是更较少年的30岁以上的族群，因拢是至少伫5个月进前注过第2档辉瑞 BNT 疫苗的人。伫政府扩大注疫苗的政策之下，来注追加的第3档。当局伫19就已经调降开放注射的年岁到40岁。I'm a teacher. I don't want to get sick, and I'm going to school next week. I want to be prepared. 以色列23新增加确诊的人数是9831例，从1月10日以来51天的新高。Delta 病毒伫增加，致使追加注疫苗成做对抗疫情的抢单之一。这个月7日开始，针对60岁以上的族群注第3档，而且会追踪甲收集资料。卫生部22日伫官方网站公布追加注第3档的研究结果，60岁以上的族群注第3档了后10天，比注2档的防护力增加4倍，伫重症甲断医方面的防护力是增加5倍至6倍。אנחנו רואים שהיעילות של החיסון
יורדת אחרי 5-6 חודשים. 另外一方面，在辉瑞 BNT 摕到美国食药署 FDA 正式授权合法药证了后，按算会进一步提升注射率。美国感染病学权威扶持嘛，搁一概呼吁，若要量早结束疫情，扩大注疫苗是上紧的方法。Get vaccinated, and the time frame will be truncated dramatically. 莫德纳甲交生嘛有可能伫最近摕到 FDA 正式授权。另外，辉瑞 BNT 或者是莫德纳嘛有机会伫今年的秋冬摕到12岁以下儿童疫苗的紧急授权。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目前当地东南亚访问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一人已经到越南的河内，也毋过访问团要出发之前传出讲河内的美国大使馆出现员工健康异常的现象，所以班机是晚3点钟才到越南。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伫咧离世到河内，虽然伫咧出发前受到美国大使馆有性别异常健康事件的通报，不过伊原决定要去。不过也因此比原本的行程晚3点钟才到。大使馆讲经过评估，副总统的访问行程继续。副总统的发言人也只跟他讲行程的重要性。There's been no indication that anyone in the delegation has been targeted or attacked or is at risk in any way. In particular, the vice president looked fine. The vice president's trip to Southeast Asia broadly is extremely significant and important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s they're trying to focus more on China and countering China, particularly their influence in countries like Vietnam, like Singapore. So there was really no way that she could turn away from this visit to Vietnam. 美国政府把这种会造成身体无爽快，比如讲头晕、想要吐、头痛，一个记忆力衰退等症状的神秘事件，叫做哈瓦那症候群。上早是2016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人员出现相关的情形。美国中情局讲，在过去有200位干员因为哈瓦那症候群身体无爽快。判断是人为造成的，俄罗斯正可能是主谋。俄罗斯当局是否认？贺锦丽离世伫咧新加坡的演讲，讲这边访问是重申美国对印太环境的承诺。The United States will pursu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that promotes our interests and those of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贺锦丽所来伫咧越南的行程，会甲越南的总理范明政讨论疫情、经济合作、甲区域安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欧美国家出兵阿富汗20天大约有2万的阿富汗人会帮因做翻译，因为拜登政府坚持讲人员的撤离直到8月底所以美国民间团体就动员真侪单位要来帮助这个翻译甲因的亲人得到自由的国家。I'm really thankful of German government and all people to save my life and my family's life. 查理法加法里除了感谢大家协助，也提醒有关各方就算塔利班讲假是讲灰十色，也未改变因迫害人权，尤其是女性人权的事实。也不满30岁查理法2年前才当选阿富汗瓦尔达克省首府麦丹城的市长，是上少年的女性市长，也致力推动阿富汗的女权。安尼进步自然是塔利班的眼中钉。伊的烦恼毋是无影代志，因为塔利班为当年掌权期间，到后来流传各地，即马个班师回朝，不便是迫害女性。要为西班牙驻军担任翻译，目前住伫马德里的穆哈马迪就是上好人证之一。Lo que más me preocupa es mi hermana, porque yo tengo una hermana menor de edad, casi 17 o 18 años tiene. Es que me rompe el corazón cuando escucho, cuando veo noticias de allí, que los talibanes están intentando entrar y registrar las casas para poder conseguir y ver si hay chicas jóvenes. 欧美驻军阿富汗前后20年期间，数万名阿富汗人就亲像穆哈马迪共款，以翻译员身份协助各国部队。根据退伍老兵的讲法，因有的不只是翻译，也佮甲欧美驻军斗阵打击塔利班。I pick up the gun and shot at Taliban myself to save Britons. So I think it's their turn to help me and my family right now. I'm very happy that I work for British forces. Yeah, they are great people.
不过，美国拜登政府无顾7大工业国其他成员的呼吁，坚持8月31日撤离期限，也就是了后被协助撤离由原身陷阿富汗的美国人，甲不是盟友的翻译员。对此，除了国会无分党派批评声音，由退伍老兵发起的民间组织，唔通遗留任何一个人，在网上收集各方的信息，甲情报界人脉甲卫星影像者的资讯，协助同胞甲朋友闪避塔利班的检查，顺利逃出阿富汗。公视新闻徐家珍报道。来看台湾经济研究院公布7月份景气的调查，因为东南亚疫情是真严重，所以部分产品的供应是无介稳定，嘛造成全球供应链的恶化。也毋过咱国内因为疫情缓和、防疫放令，民众出门消费的意愿有回升，佮加上半导体投资甲需要嘛是佮真看好，所以咱国的经济成长是表现了袂歹。Delta 病毒伫全球咧滚价，部分的国家重新启动严格防疫措施，冲击全球的供应链。加上全球疫苗分配无平均，台经院公布7月份景气的动态调查表示，侪国家的疫情是搁再反复，尤其是东南亚疫情真吃力，地区部分产品的供应拢乱去，可能会影响经济复苏的脚步。在复苏事实上是不太平衡。各位可以看到，那个美国跟欧洲基本上需求都还蛮强劲的。但是亚洲这个部分，特别东南亚国家还有日本，确实比较疲弱。那中国让人家意外，就是前一阵子有降准，那加上有一些天灾，供给端有一些问题啦，不过需求端还是非常强劲。台经院表示，7月份国内大部分的时间也是伫咧三级警戒管制，消费的人阵有限，所以百货公司、汽机车甲零件、医疗用品、化妆品、家庭用品、电器、服装小卖业等等的营收，也是持续呈现2位数伫衰退的情形。我们内需真的现在其实真的非常惨淡包括像零售还有餐饮餐饮最惨，不管是餐饮业、饮料业或是团膳等等，其实都衰退30%以上。看向未来，台经院讲，本土疫情有得到控制，而且政府小连续放定防疫措施了后，民众出门消费的意愿会得增加，加上半导体、扩厂、投资等等的需求真大，外需的表现比预估也更较好，可能会当互咱国的经济成长动能持续呈现活调的状态。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鼓励生囝，台北市政府要搁提悬第3胎以上的补助，对本地2万块要增加做25000块。只要户口伫双北市甲家人10个月以上，今年9月初1以后出世的囡仔，拢会当来申请补助。同志家长收养囡仔嘛，同款会当领补助。为抢救少子化危机，台北市政府定限放零生育奖励金第3梯各增加5000块，为原本的2万块提悬做25000，减轻饲3囡仔以上家庭负担。原本爱适值1年才领到，即马减少做15个月。那只有一点点钱，那个生第3胎没有诱因，诱因很小啦。之前是申请不太方便，有点麻烦。对，我觉得放宽一些规定会比较好。对。考虑到800支共同生活款，未来只要伫800支连续适值满10个月，伫今年9月初1了后出世的囡仔，就用申请生育奖励金。那主要是考量到就是我们一般怀孕大概就是10个月为周期嘛，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那个时间往下来修正成10个月。有部分的这个新生儿的妈妈她因为迁户口的关系，所以变成她没有办法领到这个2万块的生育奖励金，所以我们这次的修正也把这个在北基这个共同生活圈的设计时间有没有合并计算进去？2019年5月24日，台湾同性婚姻法制法正式上路，依照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说施行法，同志家长应透过继亲收养证书收养配偶的亲生子女，未来应请领生育奖励金。时代社会变迁，观念有些某些也是可能可以去改变一下，但我觉得如果说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个蛮不错的方法。同性配偶进行收养，那该收养的父母就我们视为新生儿的父母，然后用明文的方式来保障我们同志家庭也可以申请到我们这个生育奖励的权利。为鼓励生育，市府放零搁增加补助，也将投资资源建立优先，托育支持环境，减轻新生家庭饲囡仔负担。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中山区一间公立的幼儿园，有家长指控老师讲大声嚷囡仔，佮用物件拍囡仔重要的部位。家长是讲哦，已经有甲幼儿园反映，也毋过学校无啥想要处理。教育局是表示，这案已经上社会局来处理了。然后我其实，在出门的时候，我自己就吓了一跳，因为想说才开学的第二天。家长出面指控讲，亲目睭看到伊的囡仔去互老师来甲施暴，家己的囡仔去读册了后，还佫会模仿老师是安怎来恐吓其他的囡仔。台北市中山区有一间公立的幼稚园，爆发出老师亲像对幼儿无适当的管教，包含对这个囡仔大声骂，还佫有甲体罚。有囡仔亲像是去互老师用物件甲吸伊的重要部分。安尼嘛，互家长真恶劣接受，指控园方第一时间唔但讲无通报，甚至还佫拒绝提供这个监视画面。小孩都会模仿老师说：“你给我出去，不要来学校。”甚至告诉孩子说：“你们把在学校看到的所见所闻，如果回家告诉妈妈之后，妈妈会对你说，你们不能回家。”用义务去戳小朋友的屁股，甚至叫小朋友把这个衣物脱掉之后，那以异物戳入小朋友的生殖器跟肛门。园方互人怀疑讲因的态度真消极，就算讲有成立调查小组，不过地点佫选伫互囡仔会惊的这个幼儿园。学校的老师还佫担任会议的记录，互讲是球员兼裁判。也若负责问这个囡仔的主任委员调查员，伊问的方式嘛伤过尖锐咧，伫调查的过程嘛真歹声扫。对安尼，园方回应是讲，园方强调讲，因和家长咧沟通有起落，也若互问到讲幼儿是毋是有去互受到暴力的施暴。园方是讲拢无。这个部分我们本来之前就是一直在做沟通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都没听过。对，所以目前我只能跟大家说，我们就是进入侦查。除了我们教育局的调查报告之外，也会送到社会局去做一个最后的确认啊。教育局表示讲，目前案件已经送社会局做最后的裁决，嘛会提供家长做救济的管道。立委表示，家长应该爱比照性平法，知影调查的结果。民团是强调讲，应该爱甲教保人员纳入幼儿教育甲照顾法，若是有无适当的管教，就爱来甲做裁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大雨嘛，造成菜市价消息一直起，有人讲哦，这其实拢是气候变迁的影响。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其昌今仔就表示，若说直接就起电价来控制台电团的排放，民众敢来感觉讲生活受到影响。所以，若说利用宣传，先互人民来了解讲教育人员的重要性，这嘛是真要紧的代志。抗旱甲暴雨成灾一直发生，间接地区农损菜价一直起，毋过要如何互全民拢体会到台湾面临受气候变迁的威胁呢？立法院甲学界早起发起气候行动创意记者会，宣布要推动相关修法甲议题主流化。这样的一个气候议题要变成主流化的议题。主流化的议题就是说，就像大家现在全球关注这个 COVID-19 是一样的，大家几乎连我的3岁小孩都知道，这个温管法、修成气候变迁法，有点像是我们在面对气候议题的气候疫苗，也就是说，这个气候变迁可能它就是会发生的，但是要怎么让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面我们有抗体？其实你必须靠政策，你必须靠法治，我们才有抗体。去因应这些极端气候带来的这些风险。过去主要拢是民间团体呼吁政府爱赶紧重视气候变迁。如今执政党也行出第一步，邀请台湾人斗阵来关注。不过要如何对症落药？根据统计，排碳第一大户就是台电，因为台湾人用电一直创新纪录，政府是不是愿意透过起电费钱这手段来压制排碳呢？所以，如果你只是在谈电价的调整，那人民第一个感受就是，那他实际的生活会受到冲击嘛。所以这样的一个策略其实是不大好的策略。所以我们应该先将气候的议题主流化，让人民知道他自己跟他所用电的关系是什么。联合国气候变迁委员会最近释出评估报告指出，人类要在10年内大大减少二氧化碳，搁伫2015年达到净零排碳。出席行动记者会，气象局长陈明典受访时也表示，台湾爱赶紧爱做，若无会被国际潮流来孤立。记者综合报道。
科技部伫去年6月份开始，陆续投入1亿8千多万的经费，成立防疫科学研究中心，用大数据、人工智慧等新的科技，要来发展防疫相关的监测、预防、医疗种种的新技术。咱做回来了解。对机器人加大，甲传统的公共场所消毒不同，会互人员伫有毒油脂甲感染的风险当中。即代防疫无人再顾因家己规划路径，配合紫外线消毒，协助场所清消。强能量的紫外光，所以对于 COVID-19 的消毒杀菌非常有效。也就是因为这样会对人体有危害，所以必须要结合自主性的智慧化机器人跟无线定位。抑个即台结合 AI 演算法甲创新无线定位系统的监测器，是维持社交距离的好助手。我们是利用超宽频的无线通讯技术，它的定位精度可以到达公分等级，所以不会有这个相对的这个误警的讯号。常常发生的机会。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造成严重冲击，民生层面应该为公共卫生维护爱做好。在医疗检测方面，中介团队开发用精准检测人体血清中和抗体效价检测器械，甲传统的中和试验比起来，伫一般实验室就用操作，而且检测时间短，已经运用伫大量台算顶悬。我们单纯就是去侦测血清里面的综合抗体对于病毒蛋白质的结合的能力，而不用到活的病毒跟活的细胞去做感染，这样，所以时间大幅度的缩短。IoT、5G 一起，我们也真的把它用进来了。它不是每个学校的研究中心，而是它是一起合作。变成台湾的防疫的最佳的后盾。考虑疫情，科技部伫去年投资1.85亿经费成立防疫科学研究中心，结合台、中介、阳明、高台等团队的研究量能，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导致防疫需要监测、检验、医疗、无接触等领域，希望因为科研角度，加做台湾防堵新型传染病威胁的重要后盾。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因为疫情有一站台拢无啥加去传统市场，咱来看台中上大的市场建国市场，最近就推出线顶的服务，对一寡已经有真有历史的打商甲老客户来讲要提供这种新的服务，实在是无介简单。全国上大的公有零售市场建国市场，因为疫情推出了网络买物件的服务，民众只要镜头叮当一下，就会当买生活用品。消费跟摊商都呢，取得大家的双赢的方面来经过这个平台。伫咧建国市场做50档生意的摊商林小姐，是中部地区银价的大盘，平常时也有真侪老主顾来买，伊赞成网络时代的新改变。安尼好啊，好啊，就是卫生嘛较好啊。咱疫情的关系，人客若无爱出门嘛，听送到因兜去。互人方便，咱嘛安心。是方便，但是不知道商家是哪一家比较好，比较可靠。还是比较喜欢来现场。来现场固定的商家买。民众的烦恼毋是无道理，一般家庭主妇拢是认单位的位置来买物件，一旦转变做网络，建国市场711个单位的号码，上千种复杂的产品，会增加买物件的困难。配送的范围目前也敢若限制市场6公里以内。网络买物件推出头一波，敢若有58个单位加入，因为包括真侪生理人家己也有未晓使用网络的问题。就是还不会啊，还不会啦，有啦，会慢慢学啦。现在因为迄个网购，我都是迄个平台不会使用。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再导入到其他市场。其实我们在评估啦，因为有些市场它摊商的这个意愿，还有包括说它的商品丰富度有没有办法说独立去建构这样一个网站哈。传统市场网络买物件试水温，台中市府保守来看待，摊商是惊生意会搁较歹，也考验到民众的接受度。记者台中报道。新北市永平国小有部分家长不满市政府要伫学校的体育场挖地下停车场，早起是到市政府去订正抗议。市政府是回应表示讲，会以优先考虑学生的权益，嘛会甲工程的影响降到上低。防疫破框框。伫
在市府抗议批评乌地下停车场无顾师生权益，新北市永平国小家长表示，学校运动场以前是粪扫场，若是工程开污，囡仔是面临噪音、空污相同影响。市府规划加设气味隔音窗啊，啊，不过家长就惊疫情之下秘密读书，冲击健康。今天没有地下停车场，我们也不需要气密窗。气密窗这件事情在疫情之下根本就是一个讽刺。我们每个家长每天战战兢兢的。第三个，今年要小一了，如果这个工程进行了，挖垃圾引起的空气污染、噪音污染，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6岁的小孩跟他的妈妈应该能承受的。烦恼教育环境受影响，也有土城国小家长批评准备新起的捷运万大线，离校区只有17.7公尺，佮放令校园噪音管制，想要让捷运建设创关成功。学生恐惊把受噪音的冲击，若是加装气密窗啊，共款无法度落实防疫。在所有的前提，其实一定是站在以孩子的安全健康为优先来进行做整体的规划。一定会选择在寒暑假的时间来做一个开挖，这个影响降到最低。面对家长真情，新北市府说明会以学生权益做优先考虑，将影响降到上低，一切拢还伫规划阶段，还未动工，所以相关的细节拢爱去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是离基场啊灌溉的时阵哦，咱来看花莲县玉里村立顶澳这2个部落，因为有人甲当地欠水的池仔水拢放掉，所以造成即摆是无水通用。这2个部落的人因为要抢水源，双方是相拍冤家哦。水利署嘛出面协调。这是花莲玉里镇专门调查在地灌溉脱水的罗毛潭，原本超过2公尺悬的水位，即马带见底。附近村子顶部2个部落，所互相指责是对方将水放掉，为了生活，大家拢在抢水，不管两边关系是真紧张。晚上都是晚上去抢水啊。晚上去抢水。哎，你挡我挡，我挡你，就是这样啊。对，常常这样子啊。吵架这样。为了顾自己的水，怕自己的水又被人家抢走。这样本来也很好的感情都搞到不好，拿刀拿枪都来了。警方继续调查2个部落拢有水门锁时，附近也无监视器，无法度看是啥人将水放掉。不过根据农田水利署调查，可能是水头积沙严重，地势进水量变细，所以水才愈来愈少。我们现在会有2个措施，第一个就是改善我们灌溉渠道的一个顺畅，另外一个就是建立一个轮流供灌的一个习惯跟模式。罗毛潭满水位15000立方公尺，沿灌溉上百公顷的流产。水利署强调，私自放水或者是恶意破坏水门的行为，已经触犯《农田水利法》第16条规定，应处6000到3万块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13项博物馆为着要推广考古，嘛要互大家来认捌考古的重要性，甲精彩的史前文化。最近就利用上时间的 Podcast， 佮推出台语的版本，咱做伙来听看卖。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13项考古来讲古。这是13项博物馆推出的考古 Podcast 节目，用台语讲北台湾6大史前文化，了解史前的工艺技术、生活方式，带民众了解千外年前的台湾。这是一座圆圆的小山轮啊，4颗位啊拢是蓝仔地，这个所在的人拢足爱啉蛤蟆汤。3000年前的圆山文化，也有6000年前的观音山。为着调查考古相关的名词台语要安怎讲，团队也拜访侪前辈，尽量甲专业名词换做大话神话的草地开口。像咱华语讲的食府、食厨，还是食材安怎讲，阮都会去查。像食府就叫做酒煲，食材就叫做酒骨啊，还是酒毒，还是酒土。我想讲。古早人生活在部落，因迄种气味、迄种气氛，应该是足草地。我就想讲，咧草地人是安怎讲话，阮就来甲咧用咧故事内底。考古一般互人感觉较严肃、较无聊，希望用讲故事的方式，和民众拢会当介意考古基本学本。台语一直是在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语言，然后很多人很爱台语，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台语这样的一个语言方式，然后我们用生活化、用亲民化的方式来把我们的故事来陈述。
霹雳门也表示，未来邀请来宾将台语 Podcast 做伙来广告，和民众了解生命参环境共存的智慧。博物馆也提供台语导览，希望用上生活化语言，和民众认捌史前文化。记者杨淑晴、张学水新北市报道。来看洛西亚、西伯利亚南部，这本地拢是沙漠，也毋过最近这几冬却定定落雨，竟然出现未少的食物。另外，伫高原山区的永冻土，因为气候暖化，氧气变做是雾，嘛排出大量的温室气体，种种因为气候变迁造成的环境生态变化，嘛吸引真侪科学家去做研究。马伫沙伦纳顶之后真壮观，这是西伯利亚南部的土瓦人民共和国。老一辈居民自细汉看到大，15平方公里看袂到边际沙漠，即马长雨、青冷冷的事物入侵。以前捌看过热化现象，吸引科学家投入研究。地球暖化地区调节气候的洋流甲气团拢出现变化，是这个沙漠反常热化的主要原因。土瓦当地温度升悬，落雨甲湿度大大增加，看起来可卡的沙漠地表，土骹底蕴藏大量水汽。原本生伫遮的苦杨树、老树丛，经济生长顺着淡湿的沙地，真紧进入沙漠地带，步出大量新叶，沙盖等食物也发觉真好。Очень широкие мясистые листья, очень крупные, то есть вот по весне. А это уже генеративная часть. Ну даже вот по мощи, наверное, можно понять, что чтобы вот такая вот капуста выросла. 另外，伫土耳的阿尔泰沙燕山脉气候变迁带来另外一种地质变化。当年0度以下的永冻土渐渐啊溶解，代表因为结冰，沙扑起来的沙轮啊答雾变作热氧湖，面积乃那大，湖中有机无分解，佮释放大量二氧化碳、甲甲烷等温室气体，加重暖化。冻土区的沙坡地也因为溶解出现局部土石流，规级道路未来可能规个地区拢会封淹掉。То есть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изменения самого климата меняются ландшафты, но и меняющиеся ландшафты еще больше усиливают изменение климата. Получается такая цепная реакция. 西伯利亚南部山区当经过1975年以来上严重的暖化，单季平均温度升悬摄氏2至4度，热天升温1度。降雨量也增加1成，互水土流失更加严重。科学家继续伫冻土区采集样本，测量土壤温度甲地质变化，监测水中生物化学特性，甲适合为食物物种，全方位记录气候变迁的影响。有计今年较晚发表研究成果，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